色裏邊又混合到其他唔同嘅顏色嚟到做到呢一個效果呢？咁希望今條片咧可以幫到你啦。有冇成日都覺得你嘅上色方法好單調啊，好單一，嗰個塗層好薄啊，根本咧就做唔到一啲好立體啊，或者甚至乎好透明感嘅上色方法？咁條片咧主要係想同大家分享嘅，無論你係手繪啊、電繪又好，其實只要做到呢3部曲咧，你就可以完成呢個咁透明感嘅一個效果啦。咁今次我就揀咗啡色嚟到做呢個主題嘅顏色。有冇諗過當成幅畫都係啡色嘅時候，究竟點樣處理先至好呢？接住落嚟，只要你跟住我嘅上色方法去做，你都可以畫到呢個咁靚、咁通透嘅啡色主題嘅圖出嚟噶啦。所有嘅圖畫如果全部都係啡色嘅話咧，就咧都比較單啲同單一。但係咧，如果啡色裏邊又混合到其他唔同嘅顏色嚟到做到呢一個效果咧，咁希望今條片咧可以幫到你啦。完成我所講嘅呢3部曲咧，其實咧都可以令大家好容易入手同埋理解究竟咧對顏色咧係點樣運用啊，同埋係咩一回事。Hello， 我係 Margo， 我係一個博士漫畫家。好多時候咧，人咧就好多 stereotype 嘅，就會覺得你畫漫畫或者你好中意設計畫畫，咁你成績一定唔好噶啦。想講咧，絕對冇呢回事嘅。最近聽到好多朋友就講話，其實我以前咧都好想做繪師啊、漫畫家、設計師等等嘅，但係自己好似 talent 又唔係好夠啊，時間上面分配又不足啊，導致到佢哋最後無奈咧只可以放棄呢個興趣。咁我就覺得實在太可惜啦，因為作為過來人嘅我咧，喺過去嗰5年，我成功讀咗 PhD 啦，出咗5本漫畫書，搞咗3次畫展，仲有攞咗2個國際嘅設計獎同埋漫畫獎。我想將自己嘅一啲少少嘅心得啊、經歷啊，透過呢個 channel 去話俾大家聽。其實如果你只要有策略嘅話咧，係可以兼顧到你嘅興趣同埋事業或者學業嘅。所以我會喺呢個頻道裏邊分享我嘅繪圖技巧啦，一啲藝術思維啦，點樣去平衡你嘅生活同埋你嘅興趣。只要你用啱策略，其實甚至乎你呢個思維係可以提升到你嘅工作效率同埋你嘅學業成績嘅喎。一如既往啦，我都係用翻 CSP 嚟到去做 demo 咧，嚟到教大家今次呢個上色方法嘅。至於你話如果你唔熟悉 CSP 點樣運作啊、點樣用啊、點樣操作呢？咁樣咧你就可以睇翻我之前嘅一條片啦，佢就介紹咗好多唔同嘅基礎嘅工具啊，點樣去運用一層一層 layer 點樣開咧等等咧，全部都已經擺晒入邊啦。好老實講，其實做嚟做去咧都係嗰幾部曲，用嚟用去嘅工具亦都係嗰啲。咁所以只要你摸熟咗呢啲工具係點樣用嘅話咧，你都可以好似我咁樣好簡單3個步驟就可以完成到呢個咁透明感嘅一幅作品噶啦。咁呢個亦都係個人經驗啊，多啲去睇其他唔同好靚嘅作品咧，你自己消化咗之後諗到出嚟嘅一啲少少嘅 tips 啦，希望幫到大家。咁所以大家記得睇到最後啊。另外如果你話我冇 CSP 要收費咁我唔想用呢個 software， 我可以用咩 software 咧？大家最中意用嘅應該都係 Procreate 啊、Photoshop 啊等等啦。咁至於其他唔同坊間嘅一啲電繪嘅 software，其實你都可以用嘅，只要佢有一啲 layer 啊、有 effect 啊，可以加到入去嘅話，亦都係大同小異嘅。至於你話手繪嘅朋友仔咧，你話如果電繪可以做到咁樣，手繪仲做到啊？做到嘅，個 concept 亦都係一樣嘅，你都係用個 layer 嘅模式去做啦。咁我哋而家就即刻開始解說啦。首先已經上咗色嘅圖層講起啦，箭嘴呢一個咧就係我上咗底色圖層嘅 folder 啦。之後我哋撳新增圖層，然之後咧再撳下一圖層剪裁。咁呢個圖層所有嘅所有顏色啦，都會 base on 你嘅底色去做嘅。跟住就嚟到我哋今日嘅重點第一部曲啦，就係揀一個氛圍嘅顏色。咁我今次咧就會揀黃色同埋藍色去做嘅。而我平時嘅做法咧就會拉一個長方形，然之後咧成個面積套入去頭先開嘅嗰個新嘅 layer 嗰度，咁你就會見到咧全部都變成黃色噶咯。除咗黃色之外，都想加翻啲藍色嘅感覺喺裏邊啦。咁所以咧我就會揀一啲藍色，然後用噴槍咧再噴翻一啲我認為係陰影嘅部分落去啦。大家見到咧喺黃色同埋藍色之間咧，其實佢唔係打正中間去噴陰影嘅，我係側側地咁樣去俾一個光源佢嘅。最簡單，大家可以想象下有個小太陽喺左上方啦，我用咗黃色油咗左上，然之後藍色油咗右下。接住咧，只要大家普通嗰度改為線性加深咧，佢就會完全變咗一個陰影嘅圖層啦。咁呢個就係我哋第一部曲已經完成咗啦。呢度有個小小嘅 tips 俾大家啦。如果頭先咧你用咗深藍色線性加深之後咧，就發現個藍色效果唔出喎，咁你可以將嗰個噴槍咧
改為呢個淺藍色，重新再噴上去，咁樣可以令到黃色同藍色嗰個顏色出啲啦，個對比度亦都會強啲嘅。同埋利用不透明度咧去調校翻隻顏色咧，綜合嚟講有幾深。通常我都會校40零50左右啦，俾大家睇翻100度嘅時候咩效果啦，同埋就係如果撳翻去最普通 layer 嘅時候係咩效果啦。好，咁我哋而家轉翻去線性加深效果嘅50度先。跟住個 step 咧，我哋就要喺呢一個陰影嘅圖層上面，將我哋光嘅位置拆走啦。大家可以喺 keyboard 上面撳住 Control 啦，然之後滑鼠咧 click 一下你哋嗰個線性加深有紅色 bar 嘅嗰個 layer 嗰度，佢會自動有個虛線嘅框框晒成個人物啦。跟住你就撳呢一下建立圖層蒙版，然後你就會見到好似一個剪影公仔出現咗你紅色 bar 嘅嗰個 layer 嗰度噶啦。利用呢個圖層蒙版嘅好處就係佢只有黑色同埋白色可以俾你揀啦。你喺上面做任何嘅修正呢，佢都唔會影響頭先你黃色藍色嘅嗰個圖層嘅，因為佢係方便俾你就係喺黑白嘅呢個剪影框框裏邊做任何嘅修正啦。如果你唔做呢個剪影效果，而係直接喺黃色藍色嘅呢個圖層上面做出修改嘅話呢，當你做錯咗或者擦多咗一啲顏色嘅時候，你想 recover 翻或者 修正翻呢，其實係好難再攞翻去 exactly嗰個黃色同埋藍色係邊一個顏色嘅。咁所以我好大推介呢，就係大家要用呢個圖層蒙版喺上邊做呢個陰影效果啦。大家見到我已經揀咗呢個鋼筆，然後用透明嘅顏色呢，一路去捽翻一啲光嘅效果出嚟啦。呢個係一個陰影嘅 layer 啦，所以我哋係根據光嘅位置呢去拆走我哋認為光嗰個部分啦。咁呢度亦都係好快示範咗頭髮嘅光位啦、面部嘅光位啦，同埋件衫嘅光位都係面向翻左上少少嘅方向嘅。嚟到第二部曲呢，就係第二個線性加深嘅 layer 啦，同頭先一樣嘅做法，開多個圖層做線性加深，然之後呢再撳翻用下一圖層剪裁嚟到框住翻成個圖層，等我哋油顏色嘅時候唔使油出界嘅。喺畫筆方面就會揀橙橙地啊、啡啡地嘅顏色呢嚟到做翻呢個 layer 嘅陰影啦。咁大家一畫落去嗰下呢，都要試一試嗰個色感嘅。如果你覺得哇好深色喎，咁仍然呢，我哋都係用不透明度呢去到將佢校翻淺啲嘅顏色嚟到校翻 soft 啲嘅。大家可以睇翻之前我嘅片啦，理論就係講緊如果嗰個太陽即係光源喺左上方嘅話呢，咁所有陰影都會喺右下方去做。嚟到第三部曲啦，亦都係加多個 layer 啦。今次呢，用下一圖層剪裁之後就係撳發光，咁通常我就會揀翻橙少少嘅顏色啦，噴槍，然之後就噴翻大概左上方就係有光源嘅嗰個位置啦。除咗噴橙色之外，我都會喺相應嘅位置嗰度加翻藍色嚟到做一個調色嘅效果。講起調色，大家可以撳住 Ctrl U 咧，將成個黃藍 layer 調紅啲，又或者直接將黃藍 layer 黃色嗰個位置咧校翻橙少少，幫翻個人物加翻啲血色。然後我再喺發光嘅位置加翻啲藍色嘅發光位啦，嚟到做翻多啲唔同嘅通透嘅透明感效果啦。至於喺頭髮嘅發光位啦，左邊呢就會有黃色嘅發光位啦，而右邊就會係藍色嘅發光位嘅。然後喺頭髮中間嘅發光位置啦，我自己個人嚟講就中意用七彩顏色嚟到做翻點綴嘅。好，再拉翻遠呢，睇下成個感覺係點先。仍然係覺得有啲黃喎，咁我就用橙色嚟到做翻調色啦。但係今次呢，我就係喺塊面嘅右邊部分呢，就打翻橙色嘅光，令到佢成幅畫呢嘅血氣會再紅潤啲，咁就冇咁藍冇咁暗啞啦。另外一個小小嘅 tips 就係大家其實可以做陰影同埋光嘅效果之前啦，先油翻你嘅背景顏色，因為成幅畫嘅整體係黃色同埋藍色，所以背景顏色呢，我就用咗呢隻深藍色去做啦。再喺左上角嘅光源嗰度加翻黃色嘅效果呢，哇，成個氣氛出晒嚟啊！俾多個 tips 大家，喺你線稿嘅 layer 上面加多一個圖層，用下一圖層剪裁，然之後將佢油晒啡色。記唔記得頭先我用嘅方法就係用一個長方形框晒成個圖畫，咁就可以令到成個感覺更加 soft 啦。大家可以睇下我呢個已經完成咗嘅作品啦。其實右邊呢，全部嘅 layer 亦都係發光啊、線性加深啊，即係不外乎呢幾樣嘢嘅啫。喺微調嘅部分呢，我好中意加個發光嘅效果喺最 top 嘅一個 layer 嗰度，咁佢就唔會用下一圖層剪裁嘅，所以呢個發光效果係踩住佢塊面同埋佢嗰個底色去做嘅。咁我覺得呢個有一個共融嘅一個感覺咯。但係記住呢個係最後一步，喺調色嘅時候先至做啊，千祈唔好一開頭就做
到呢一個效果啊？如果唔係呢，你個人個 steps 就會亂晒噶啦。最後同大家分享多一個微調嘅 tips 啦，就係做一個好透明感嘅一個效果。究竟點做呢？就係細化啦。大家見唔見到頭髮上面有好多一點點啊？呢個亦都係最後開一個發光嘅 layer 喺線稿上面，再用鋼筆咧去畫翻佢頭髮絲出嚟嘅。眼睛嘅部分亦都係需要咁樣做咧，先會做到一個好透明嘅效果嘅。咁我 demo 一次先。咁我而家喺線稿上面開多一個發光嘅塗層啦。用鉛筆或者鋼筆，再用橙色或者淺啡色，再喺眼皮同埋眼珠之間咧畫一條線，再用繩索圈翻眼珠下低要發光嘅部分咧，然後用噴槍噴翻嗰個 area 去，咁做翻一個發光 bling bling 嘅效果嘅。最後頭先講過啦，就係頭髮都可以加翻一啲發光嘅線條。嚟到呢度咧，亦都係想俾幾個 option 大家去揀啦。究竟 A、B、C 大家覺得唔同嘅一啲 filter 效果啊、顏色、色通，究竟你覺得邊個最好，或者你自己最中意呢？大家可以留言喺下底話俾我聽，究竟大家中意邊種色通啦。其實呢3種色通嚟講呢，都冇分對與錯嘅，主要呢，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就係呢個色環嘅一個 theory 啦。大家見到啦，3原色裏面呢，其實都會有藍色、紅色同埋黃色啦。以我一開頭嗰幅畫為例啦，我就揀咗藍色同埋黃色嚟到做一個 filter 嘅效果。但係其實大家亦都係可以揀藍紅或者係紅黃嘅喎。咁至於唔同嘅 feel 啦，代表唔同嘅感覺啦，所以你就要 present 一下，到底你幅畫嚟講，你想係個冷色啊、cool 啲嘅感覺嘅時候，你就可以好似我一開頭咁樣用藍黃啦。但係如果你話唔係喎，想表達出嚟嘅氣氛係好 warm 嘅喎，咁我建議呢，你就要用嗰個 filter 嘅顏色改翻做紅黃啦。至於你話我想係好 colourful 嘅，我冇特別講冷色啊、暖色啊，我淨係想再將個成幅畫一個飽和度提高嘅話呢，藍紅呢亦都係可以其中一個選擇嚟。所以咧，呢個色環其實好好用嘅，大家善用一下呢個色環啦。佢唔淨止係俾你揀一啲基礎嘅顏色咯，其實係連你後製後加嘅一啲，譬如我哋今次所講上色方法加 effect 啊、感覺啊、效果，做一個氛圍嘅話呢，其實呢個色環亦都係好幫到手嘅。咁我哋總結一下啦，今日咧同大家介紹咗一個基礎嘅3部曲，點樣去做一個上色嘅技巧，令到佢做到更加立體嘅透明感啦。另外亦都係有啲 advanced 嘅 skills 啊、tips 啊，係俾到大家咧，希望係可以做到更加細化、更加細緻，令到成件事更加有透明感同埋 bling bling 嘅感覺啦。咁呢啲咧其實都係我平時畫畫嘅一啲心得啦，同埋策略啦。好多時候咧，我會覺得只要你善用或者學識咗一樣方法咧，你不斷重複地用 ，practice make perfect。一開頭學習嘅時間一定係長嘅，第一次一定係長嘅。咁但係只要你熟悉咗呢一個運作，呢一個 practice 嘅話咧，其實你可以慢慢濃縮，越嚟越快上手，你就成件事咧就可以 run 得更加暢順啦。我一般嚟講咧，譬如以呢個作品為例啦，我線稿大概畫咗1個鐘，上色嘅話咧加埋應該唔夠2個鐘，所以我通常我3個鐘頭咧平均時間就可以出到一幅類似咁樣嘅畫作啦。因為喺我嘅畫畫嘅習慣或者工作嘅習慣嚟講咧，我都唔會俾一啲工作或者一個過程喺度拖咯，咁樣係冇意思。我覺得即係人生係短暫嘅，大家嘅時間都有限，你點樣喺有限嘅時間裏邊盡量去揸緊做每一樣嘢都做得好呢？其實你就要去 mark 低你嘅時間去管理好，好似一個 file 或者係 time slot 咁樣去 fit 入去咯。你可以去深化，但係你唔好無了期或者漫無目的地去揾一啲嘢咯。所以只要有呢個框住咗之後，不斷重複呢幾個 step， 你中間你係可以有深化、有思考，或者甚至乎有你自己獨特嘅一套做法都得㗎，但係都會係圍繞住喺個框入邊，咁樣你嘅時間咧就會好用好多啦。咁我好相信咧，呢個訓練咧，除咗喺畫畫方面啦，對於大家學習工作，特別係時間管理咧，一定係幫助到你好多。有陣時大家讀書攰咗啊，或者做嘢攰咗啊，你打開 iPad 或者打開你嘅 tablet 想畫畫嘅時候，其實你都未必會無了期咁樣畫。如果你拖到無了期咁畫，好似畫嚟畫去都未畫到自己想要嘅嘢，拖到個時間好長嘅時候，你自己嗰個動力都冇埋。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下，倒不如你真係框一個時間俾自己，幾耐之內要完成到呢幅作品。因為喺短暫嘅一個框裏邊，只要你完成到呢幅咁靚嘅作品呢，其實相信你都會對自己有滿足感。咁你有滿足感之後啦，咁你就可以帶住呢個動力繼續翻去你其他 area 嗰度去繼續學習同埋工作啦。最後希望今集嘅 tips、今集嘅 skills、今集嘅所有理論都可以幫到你啦，而且希望大家都覺得好容易上手同埋簡單，可以做到。咁大家就翻去練習多啲啦。咁我哋下條片見啦，拜拜。